你開 Amazon 廣告燒晒啲錢，但係咧完全冇效果。問題咧唔係啲廣告，而係咧你根本冇策略。新手成日犯嘅錯咧就係一嚟就問我應該開邊種廣告啊？應該點樣開先至有效啊？但係其實咧你應該先問自己，你開廣告之前咧你係為咗乜嘢目的嘅咧？推新產品咧大致上咧可以分為4個目的嘅。第一個咧就係測試你產品嘅內容，想測試下產品內容做得夠唔夠好，有冇人買。第二咧就係捕捉咧一啲啱嘅關鍵詞啦，邊啲關鍵詞有反應，邊啲值得加大 budget，邊啲應該 cut 咗佢咧。第三咧就係跑排名啦，產品本身咧已經係最優化嘅狀態啦，就要咧主力跑某一啲關鍵詞嘅排名。第四咧就係衝銷量啦，揾到啱嘅關鍵詞之後咧就要開始跑銷量啦。唔同嘅目的咧用嘅廣告打法咧完全唔同嘅。例如如果你想測試產品或者揾關鍵詞嘅時候咧，就應該開自動廣告。如果你想跑排名，即係想啲產品咧排喺頭位，就要咧喺揾到關鍵詞之後咧識得揀某啲關鍵詞出嚟咧開手動廣告，有策略咁樣重點出擊。如果你想衝銷量嘅話咧，就要識得控制廣告 budget 嘅分配啦。因為咧如果你亂咁嚟嘅話咧，毫無章法咧，廣告咧都會幫你咧亂咁燒晒啲錢喺咧冇用嘅垃圾詞上面啦。所以咧重點唔係你開咩廣告，而係咧你有冇一個清晰嘅策略。同一個產品咧唔同人操作咧，廣告結構咧已經可以好唔同噶啦。你照抄人哋嘅打法咧係複製唔到人哋嘅結果嘅。最緊要咧就係明白背後嘅原理，然後咧就係定一套啱自己嘅方法。想知道我點樣由零開始搭建一套會賺錢嘅電商廣告結構，同埋咧唔同階段應該點樣玩呢？我喺下一場分享會咧會同你拆解嘅。大家快啲去內文嗰度揾翻條 link 報名啦！